后来继续来看亚洲大学附设病院肝胆胃肠科，最近有2个患者，一个是70岁男性，一个是66岁女性，拢有腹肚痛、放血、头晕的状况。医师伫因的肠仔道发现真侪白色的一条一条的物件，化验了后，确认是12指肠的高糖。原来这2个患者，一个会烫赤脚来落田，一个会烫赤脚来撩溪。这种的高糖就烫过脚底，伫体内来生脓。所以医生建议民众伫户外行动，也是唔通烫赤脚，甲鞋仔穿起来较透动。一个张先生退休了后，定定烫只脚伫咧田内底活动；另外一个66岁李太太，甲伊爬山烫只脚撩溪仔。这2个人最近拢出现腹肚痛、放屎有血、头壳晕，叫医生看检查，医生伫咧因的肠仔内底发现真侪条白色物件，化验证实去感染到12指肠的高糖。像这2位都是经由大肠镜的检查，那直接夹出虫体在显微镜下，辨认、确认诊断这样。医师讲，12指肠的高糖会怎么起皮肤感染，而且伫咧体内生脓，患者可能会出现早爆、贫血，若是受到呼吸系统上严重，甚至会引起肺炎。主要传统的感染途径是打赤脚从皮肤，或者是你在泡野溪温泉从皮肤钻进身体里。烫只脚行伫咧受到感染的土地是高糖主要消化路线。另外，若是伫咧青菜顶有糖的卵无洗清气，该食落腹卖去感染。医师建议民众伫咧户外振动，上好嘛是爱穿鞋仔，这物件嘛拢要尽量做好烧，较袂去感染到危险。我是李一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52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